小乖，天天在这做生意，有多少？要多少？啊？是上回你带人跑到我地盘上装乞丐，这笔账我还没让你算。有虎姑婆这一票子乞丐，现在跑到我的地盘上来，啊？到我现在，没到我眼里，你个小兔崽子！啊！老子今天好好训练你，就不过下次给我小心点，听见没有？老辈子，不叫吃点白菜。吃这个要比我问你，你说，最近主要都是做中国黄金的生意，前几年那些货，不要从货物中转，我说啊，就你往其他工厂，往其他的店里销售。我们一向敬佩，况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弟，一定不会有问题。亲。买什么呀？浪费钱，找几天就好了。